讲到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，县政府安装伫咧彰化丰原的公墓边啊，这殡葬用地起一个火葬场。这到即天呢，伫地方举办说明会，说是有上百位的民众来遮反对，讲这县政府黑箱作业，无顾虑到地方的民友，现场是乱糟糟，下来杀去。县政府也宣布这说明会要延后举办。 这民众伫现场发口号，要求火葬场撤案。彰化县政府安装伫丰原公墓的边仔，一块9公顷的殡葬用地起火葬场，引起附近居民反对。初到即天，县府伫地方举办说明会，但是会议也未开始，民众就和警察起冲突。 关火葬场自救会表示，彰化县政府评选地点的资讯无够明确，尤其火葬场1公里内，阁有安养中心甲保育院，拢是健康的敏感族群，批评县府黑箱作业，全然无顾虑地方的民意。私处选址的评分，伊敢若评分着3位尔嘛。对阮来讲，伊是毋是爱尊重民意？在11月6号，我们都已经送陈情书。那我们在12月15，我们也跟监委澄清。很遗憾，县府的回应就是，火葬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。你们看这附近，这叫城市吗？其实阮本身就是一个弱势者的团体，阮应该为着阮所照顾的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弱势团体，来表达讲，这已经唔是一个公共设施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生存的权利。 县府表示，彰化县是6都以外人口上侪县市，却无火葬场，会选伫遮，是因为遮的人口相对较少，而且要委托专业的建筑事务所针对开发案面积、交通路线等等去做综合的评估。但是说明会现场，民众情绪激动，场面乱糟糟，县府只好宣布说明会延后举办。其实我们还是会找机会再跟他们做双向沟通的。 对彰化有利的事情，我们会继续再推动。针对说明会的冲突，县府表示遗憾，也讲未来会继续和地方沟通，希望无共立场的民众会当理性表达意见。自救会是强调，除了提案，其他的无地参详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